香港嘅職工醫保金卡同銀卡有咩唔同呢？喺香港，職工嘅醫保分為統賬結合職工醫保同埋單件統籌職工醫保，前者俗稱金卡，後者就俗稱銀卡。兩者喺繳費方式、對於保障、個人賬戶設置等方面存在諸多嘅不同。了解呢啲區別，能夠幫助你更好選擇適合自己嘅醫保類型，享受更優質嘅醫療保障。兩者嘅繳費方式係有唔同嘅，其中金卡嘅繳費費率相對較高。舉個例，月薪1萬蚊嘅在職職工，佢嘅金卡咧單位就要繳430蚊，個人就要繳200蚊；而銀卡咧單位就繳230蚊，個人就要繳50蚊。佢哋嘅對義保障亦都有差異嘅。首先講下門診對義，金卡係設有個人嘅賬戶，可以用於支付門診費用、藥店嘅買嘢等小額支出，保障更加全面。銀卡係冇個人賬戶嘅，喺特定門診方面咧，金卡比銀卡嘅報銷比率係更加高。我睇下住院對義，金卡報銷嘅比率亦都比較高，通常比銀卡報銷比例高5%以上。我哋淨睇下住院嘅費用啊，起付標準係有區別嘅。譬如市內嘅3級醫院，銀卡嘅起付線係1300蚊，而金卡就可以減半，就650蚊，意味着金卡只需自費650蚊，超過嘅部分係由醫保基金按規定嘅比例嚟支付，而銀卡就需要自費1300蚊之後，先至可以用醫保基金。我哋再睇下大病嘅保障。喺大病保險起付線方面，金卡喺6000蚊以上就可以啟動大病保障，而銀卡就要需要1.2萬蚊以上。兩者連續參保滿2年，最高嘅支付限額以2024年嘅標準嚟計算，都係93萬幾。最睇有一個比較特別嘅這個大額補助，金卡可以選擇參加大額補助，進一步提升大病嘅保障水平，意味着醫療保障尚不封頂。而銀卡就唔可以參加呢個大額補助。我哋點樣選擇適合自己嘅醫保類型呢？如果你經常需要門診就醫，或者有慢性病治療嘅需求，我推薦選擇係有個人賬戶嘅金卡，享受更加全面嘅門診保障。如果你主要係關注住院嘅大病風險，而希望繳費嘅成本較低，可以選擇銀卡，佢嘅費率更加低，保障大病風險。如果你希望進一步提升大病嘅保障水平，推薦你選擇金卡，另外參加大額補助，享受更高嘅大病報銷比例。